美国总统拜登将去访问乌克兰，但罗西亚总统普京发表演说，指控欧美甲冲突相关，恰讲的变高地。美国一项新科技利用电击刺激两骨神经，和中风患者的手骨会当恢复功能，会当振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这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都要抹1年啊，大家拢在关注讲会发生什么变化。伫这个时间点，对起来美国甲中国竟然是相煞派人去访问罗西亚甲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将下晡雄去访问乌克兰。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嘛是中国的前外交部长王毅，今日嘛去访问罗西亚。罗西亚总统普京今日下晡阁发表重大演说。今日的新闻世界通就带大家来看这3件代志代表什么意义。首先来看罗西亚总统普京下晡演说。伊今日下晡演说是讲，伊指控西方国家甲罗西亚对抗乌克兰侵略取势力的地区冲突，变作是全世界性的对抗。佮就抓讲会为着保护罗西亚生存拼到底。另外，中国的官员嘛是中国的前外交部长王毅，今日是到罗西亚，风声讲伊这做的目的是甲罗西亚讨论讲这战争要安怎和平化解。咱甲看，将美国总统拜登去访问乌克兰，今日中国的官员王毅就随去访问罗西亚。这个现象是代表讲，这世界两大阵营是分隔愈来愈明，对峙愈来愈明显。俄乌战争就要满1冬啊！罗西亚总统普京选伫这个时阵发表重要的演说，展现伊继续领导罗西亚，甲所有反对罗西亚的西方势力对抗的决心。То есть они намерены перевести локаль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в фазу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Мы именно так и все это понимаем,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будем на это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речь идет уже 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在普京发表演说的同时，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特别来到莫斯科访问，甲罗西亚的政府高层斗阵讨论俄乌战争可能会当采取的和平计划。国际媒体指出，中国想要伫解决战争的过程中发挥更较大的影响力，但是嘛会当看出中国参罗西亚结盟，甲另外一边以美国为首反对罗西亚的国家，已经形成愈来愈对立的两大阵营。尤其是美国总统拜登前卡接到基辅表现伊对乌克兰的支持，王毅后卡就来罗西亚访问，两边互相拼场的情势非常明显。事实上，罗西亚已经拍乌克兰1冬啊，阁拍袂倒。美国总统拜登阁选伫这个时阵向到乌克兰，等于是直接甲罗西亚呛声，互罗西亚国内鹰派军事高层真生气，阁感觉无面子。过去捌做过普京幕僚的政治分析专家讲，普京即卖压力非常大，罗西亚甚至有可能会发生军事政变。When he becomes hated by more than half, and we're driving in this direction, the chances for a coup, elite coup, military coup, will increase. 罗西亚明年会举行总统大选，俄乌战争续落来的发展，影响到普京未来的命运。记者甘恩翻译。美国总统拜登将是雄走去访问乌克兰，和国际拢真意外。拜登是伫咧基辅宣布增加5亿美金的援助，佮要对罗西亚提出新一波制裁。战争已经拍要1年啊！伫咧这个时间点，西方国家带头的美国的领袖冒险走去战区，站伫正面的角度来看，美国这步是会互西方国家更较放心，请讲要互普京知影家己的错误。不过，若是讲较老实的，美国嘛是为着要保住家己老大的地位。美国总统拜登20结束伫乌克兰基辅5点钟的访问，直传去到波兰，继续针对支持乌克兰甲北约盟国参详。20进前，拜登意外出现伫战争当中的乌克兰首都基辅。伫基辅的记者会顶悬，拜登想起1年前伊甲泽伦斯基通话内容。And I don't know if you remember what you said to me, but you said, and I quote, "Gather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 ask them to support Ukraine." 拜登到访问乌克兰士兵纪念场，甲乌克兰同前教堂。伊离开教堂时阵，基辅阁响起空袭警报。基辅街路甚至特别装一个纪念钟。拜登伫个基辅宣布增加5亿美金的援助，甲对俄国新一波制裁。
But he's just been plain wrong, plain wrong. And 1 year later, the evidence is right here in this room. We stand here together. Може, ми маємо зробити так, щоб саме цей рік, 23-й, став.另外，伫西方面讲同意提供先前的8支主力战车了后，负责操作的数十名乌克兰士兵已经到德国接受相关的培训。乌克兰外交部长1月表示，会为12个国家组成联盟，得到第一批交付110到140台战车，当中也包含德国8支战车。公司新闻郑焕庆报道。拜登这回访问乌克兰的过程，那真正亲像是咧播电影，雄雄就出现伫咧乌克兰。这回行程是规划几落个月，不过一直到顶礼拜5才确定。全球的媒体、政治界、美国人民完全拢无人知。为着惊人怀疑拜登伤济天无公开活动，白宫顶礼拜6佫予记者翕到拜登甲因某出去食饭，佫预告拜登这几天伫咧因美国国内行程。不过其实迄寡行程拢是假的。记者翕到迄顿暗顿了后，拜登就准备要出发啦。礼拜透早10点，拜登是无坐空军1号，是坐空军432专机出发。维安人员、医疗团队全无介济，嘛干那互2个记者队，规抓路记者的手机拢互收起，飞机的窗仔嘛拢按甲目睭睭。这只专机半中路是停伫咧德国加油，路尾伫咧波兰降落。因为这坐飞机入去战区是有互人拍落来的风险。所以80岁拜登是对波兰坐10点钟的火车去乌克兰基辅。白宫是封锁拜登出访的秘密超过24点钟，等到拜登已经到基辅啊，才公布消息，互世界完全莫名其妙。咱拄则是讲甲亲像网甲共款，毋过拜登家己嘛无咧讲，摕家己的名咧讲算笑。其实伊出发进前就有通知罗西亚，毋过当然毋是问罗西亚敢有同意，只不过是通知一声，避免讲会起上大冲突。也若是刷落来，咱来看，其实有侪政治专家拢分析讲，乌克兰的这场战争主角其实毋是乌克兰，是美国。美国的对手，其中一个是罗西亚，另外一个是中国。顶日美国国务卿就警告中国，袂使提供武器予罗西亚。后面嘛有警告中国袂使安尼做，若无就是踏着迄条袂当用稳的红线。不过，中国外交部长真讲就反击，讲伊伫咧这场战争当中是扮真重要的角色。互冲突无遐尼严重，叫人莫甲责任拢推互中国。罗西亚乌克兰战争要满1年，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面警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要求中国袂当提供物资支援罗西亚军方，若无后果是真严重。后面官员嘛警告中国，袂当提供武器予莫斯科，若无就是踏着红线。目前甲乌克兰斗相共是第一要紧的代志。How do we provide quicker arms to Ukraine, especially ammunition? They have cannons, but they lack ammunition. 因若面对欧美的指控，中国外交部长真讲8回讲，中国为了缓和乌克兰危机，已经发挥负责任甲建设性的作用。我们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拱火浇油，停止向中国甩锅推责，停止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在敏感的时机，美国总统拜登拜访乌克兰基辅，因为王毅是访问罗西亚的莫斯科，有风声讲会甲普丁讨论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计划。这届美中的出访，让外界感受到因暗中拼场的气味。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南韩的国际人权团体调查北韩丰溪里核子试验场所，发现迄个所在地下水好亲像已经互辐射污染，有54万人住伫咧危险的环境当中。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这几年中国因为新冠疫情封城，加上美中的关系紧张，全世界汽车业甲资讯科技的产业拢开始刷去印度生产。印度是真有可能会取代中国，成做新的世界工厂。英国《Times》报道，英国甲后面后礼拜要针对北爱尔兰议定书谈判。这内阁大臣就警告首相苏纳克，若是谈判结果去危害到北爱尔兰甲英国的经贸关系，恐怕会有真济官员失职。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俄亥俄州一间金属工厂昨下晡爆炸，消防员是用2点钟才把火拍开，造成10外个人受伤，1个人不幸死亡。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总统拜登向访问乌克兰，互乌克兰加真有士气。其他反罗西亚的盟国嘛拢惊一条。拜
拜登这项行为可能就是要让罗西亚知影讲，什么人才是老大的。来看另外一条天灾消息，巴西东南部的沿海对礼拜开始落大雨，当地若做大水，阁发生水崩山。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已经有40个人死亡，阁有40个人还阁失踪。而且根据气象预报，这大水雨恐惊会继续落，所以讲死亡的人数恐惊会阁增加。一过路也是淹水，车经过拢爱撩水，警方由封锁线，保护民众入去山区。因为巴西东部沿海地区19开始落大雨，造成水灾加土石流，山区的路拢是落过煤，放来土石加树仔拢飞边仔去。Tipo, só tem uma saída, né? Para subir para São Paulo, por exemplo, Mogi Bertioga não vai, só Tamoios e nós estamos meio que isolados aqui. 当局讲已经紧急撤离2000多人，验估一共几60人死亡，真侪人失踪。灾情上严重的圣塞巴斯蒂昂，伫咧24点钟区内落了史上上侪600毫米的雨量，真侪民众条条的等人救。600 milímetros em cerca de 3 horas. E agora o solo encharcado em diversos pontos da cidade. Como eu disse, nós ainda temos estado de risco de queda e desabamento. 因为巴西这马正伫咧办嘉年华，恐惊有真侪民众抑阁调伫咧要去参加的半路。巴西总统卢拉在直升机视察灾情了，叫中央甲地方爱团结，甲灾情降到上低。Eu posso garantir que os meus ministros, governador, estarão dispostos a conversar para que a gente compartilhe, para que a gente faça uma parceria para recuperar efetivamente, de verdade, o estrago que a chuva fez aqui em São Sebastião. 路透社报道，根据气象预报资料，圣保罗沿海地区也会继续落大雨，救援人员将会面临严重的挑战，死亡人数恐惊也会增加。公司新闻陈伟林、吴kỳ昌编辑。今仔日的精选直接看，带大家来看2条印度的消息。咱来看印度的电影，若有结婚的场景，拢是办甲足请呀、足气派的。不过因为宾客伤过侪，几落百人，其实嘛是查上好下手的机会，人唔捌伊红包钱搁侪。一寡专门去婚礼偷摕物件查真侪拢是帮派训练的，也未成年的囡仔，因为就算因去互掠着，嘛袂发伤重。印度的民众是真注重婚礼，主人因兜会大大庆祝，但是对旧年才做大官的拉社来讲，后生的婚礼煞变作灾难。You can see behind my wife by the corner of the sofa 2 people in black and cream coats. One of their hands appears, picks up the purse and then vanishes. 婚礼迄天是有1000多欧元，合台票是3万多块互偷摕。拉社拄到的代志嘛毋是个案，印度最近是一直传出有婚礼贼仔，新人含人客拢变作受害者。这嘛，互遐的婚礼企划人员除了准备婚礼，阁要负责保全。Their job is to just keep an eye what exactly is going on here, right? So similarly, around 15-20 people are on floor, and they all are looking after their own areas. Someone is in the parking area, someone in the main gate, someone is the lobby. 请这个保全，就是因为印度的婚礼真重排场，平均一场开3万欧元，合台票是97万，人客一请都是300是500，人遮济真歹控管，阁有真济贵重的物件，小可无注意就互偷摕去。賊人嘛是上准这点，才專門去婚禮偷摕物件。We were trained for about a month. After training, we would go to the weddings to steal. There was an older boy with me, sort of my friend. He would teach me how to steal. 这賊仔真濟拢有幫派的背景，因定定拢家境真善，爸母方用錢想買，互囡仔加入幫派。警方知影講婚禮賊仔後壁有組織在運作，但是因為賊仔大多數攏未成年，互掠着嘛真少互動發。佇咧定無幫派的狀況之下，婚禮賊仔同款是真創手，辦婚禮主人兜只好想辦法自保。公司新聞7萬0編譯。過勞死亡是上班族上界心酸的悲剧。不過，印度是有一間高科技公司，為着避免員工過勞，時間到電腦就會提醒你下班，而且10分鐘後電腦就會隨關機，強制員工莫閣做啊。
警告你的工作时速超过了，作业系统10分钟之内就会关起来，请转去。印度这间信息科技公司的电脑，为员工一开机，工作就开始算时间。那工作时间到位，电脑荧幕就会跳出来要求员工下班的建议。若无听，电脑也会自动关起来。甲其他卡袂着，互员工加班超时工作的企业比起来，这种时间到啊，就放人，而且佫主动提醒员工下班呢，因讲是幸福企业。बीइंग अ गर्ल मेरे लिए बहुत इम्पोर्टेंट है कि मैं टाइमली घर पहुंचूं। घर के और भी बहुत सारे काम होते हैं तो उन सब को पूरा करने के लिए और वर्क लाइफ बैलेंस के लिए मेरे लिए पॉपअप बहुत इम्पोर्टेंट हो जाता है। इवन कई सारे कलीग्स मेरे पास में आए जब उन्होंने पॉपअप देखा दे वर शॉक कि ऐसा क्यों हो रहा है। सो दे आस्क्ड मी कि हमारी लास्ट कंपनी में तो हमें हमारे मैनेजर से परमिशन लेनी होती थी कि क्या हमारा काम हो गया हम जा सकते हैं। दे यूजुअली प्रोवाइडेड अस द नेक्स्ट सेट ऑफ वर्क्स।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就捌警告，长时间工作每年夺走数十万人的性命。新冠疫情期间情形更加恶化。一份发布在国际环境期刊的全球性相关报告指出，加拿大2016年有74万5千人死伫甲过劳相关的中风甲心脏疾病，比2000年增加将近3成。世界卫生组织甲国际劳工联盟共同进行一项研究，显示过劳死亡72%的会伫中年以上男性，而且发生的时间点有时阵毋是伫长日，是数十年的累积了后。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看一项新科技，根据美国的调查，中风过的人有5成超过是永远袂顶袂当，但有研究人员是用连击刺激龙骨神经，互患者的手会当慢慢啊恢复。咱就回来看。瑞多利克成功用倒手把刀仔顶的糖罐头扫过去的时阵，现场是欢喜甲化休。1个月前，瑞多利克洗鼎的时阵，是拢爱靠正手去操作，才有法度完成。I always tell people that I live one-handed in a two-handed world, and you don't realize how many things you need 2 hands for until you only have 1 good one. 33岁瑞杜利克是伫一摆中风了后，倒手就半天死。伊才发现讲，干那剩一支好手是偌无方便。后来伊参加一个实验，伫控制手的活动的龙骨喙内面是放入电子装置，结果奇迹发生啊！原本半天死的倒手，即摆会当随意志夹起来放落去。They had me open and close my hands. And I was doing it in a way that I hadn't done since my stroke, and we all were in tears crying, and it was just a really powerful moment and just,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my life. As soon as the stimulation turned on, they are immediately able to do things they couldn't do before, or at least to have more strength in their muscles. 研究人员指出讲，伫美国，当年拢有买80万人中风，就算是经过治疗康复了后，同款有超过一半的人手的功能是永远拢受损，变作筋肉无力，甚至是严重变碎。其他实验证明，放入电击刺激的龙骨条，会当互龙骨髓受伤了后变碎的人恢复腿部和骹部的活动，一个人甚至佫会当开始行。匹兹堡大学这项研究，嘛互中风变碎的病人佫有希望。目前伫美国卫生研究院的资助之下，相关的研究正在扩大进行。研究人员佫成立一间公司，要进一步来开发这项技术，希望互手半体死的中风患者恢复正常的生活。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加拿大有一对翁仔某，因生4个囝，不过竟然有3个着罕见的遗传疾病，目睭会愈来愈看无。所以，因是决定伫咧囡仔目睭也看有的时阵，带因去环游世界，互因尽量欣赏。例如讲，以后目睭看无啊，嘛知影世界生做啥物模样。总算来到泰国曼谷，加拿大的派乐提的含乐美翁仔某，带4个囡仔是坐渡轮欣赏运河的风景，希望甲充满色彩的景象拢欣赏到详细，成做永远的记忆。因为其中3个囡仔是得到罕得看的遗传病，目睭部的色素病变，对年纪的愈来愈大，伊的视力是会一直退化，有可能30岁了后就会看无。I'm not gonna show her elephant and giraffe in books. I'm gonna go show her in real life, to go all in and show her how beautiful our world is and fill their memory with
as much beautiful thing as we could. 所以因全家伙仔就开始全球旅行，过去一冬内，一家伙仔6个人已经去过10个国家，其中有到尚比亚去欣赏野生动物，伫坦桑尼亚和马赛的牧民发挥青春活力，到蒙古加入去佛教的庙，感受平静和灵性。今年4月的旅程结束，这囡仔就会回去到学校正常学习。We did a bucket list of activities they wanted to do on the trip. So we had like horseback riding, we had like learning to surf, sleeping on a train. Lauren actually wanted to drink juice on a camel for some odd reason. Sometimes we don't always have the solutions to stop vision loss. If we're able to make even a minor difference, or if the treatments that can completely reverse vision loss comes around, the impact we can have on these children's lives is definitely worth. 13岁的大汉查某囝米娅对家己视力的状况是完全理解，嘛当在为即天在做准备。父母嘛，互其他囡仔甲即种状况当作是一定爱迎接和克服的挑战，同时嘛期待讲一直进步的医学会当为因的性命再来一线光。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